我認為呢一套電影劇本係近年嚟香港電影上面咧係最被低估嘅一個劇本嚟嘅，而最令我吃驚嘅係啊，呢一套電影竟然冇引起回響啊，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向大家推介呢一套電影。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 Netflix 度睇翻。咁講下我認為呢個劇本好嘅地方啦，就係一家人啊，其實你見到佢哋一開始係善良嘅。起碼唔係衰人先啦，但係最後發展到去殺人，而甚至係覺得理所當然，即係話由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極端咧，要過渡得咁自然啊！呢班角色咧必須要有一個好強烈嘅刺激先至可以做到嘅，而編劇喺呢一度成功咁做到啦。咁但係佢點樣做到咧？就係佢一開始就 set 好咗一條 rule，就係只要個海警存在咧，呢一家人嘅壓力無論有幾大都能夠排解嘅。或者有觀眾會反駁啦，咁樣根本就唔寫實唔合理。但係要記住，戲劇嘅世界就係要向觀眾投射一個編劇所認為嘅世界嘛。當你作為觀眾咧，你好自然就會置身其中，然後信服呢一啲規則啊。舉個例，當你去睇一場好寫實嘅籃球比賽，你會期望10個平凡嘅人喺場上面打籃球，就算打得幾誇張都好啊。老實講都唔會超越 NBA 嘅級數噶啦。但係如果你睇 Marvel 嘅英雄籃球比賽就唔同啦。你入場之前你會期望見到 Iron Man 飛嚟飛去，黑寡婦擺晒 pose 咁樣噶嘛。咁所以話咧，當一套戲話你知裏面嘅世界係點樣嘅時候咧，你嘅潛意識自然就會默認咗呢一個規則噶啦。咁究竟我哋係咩嘅時候先至可以去判斷一個劇情到底合理定唔合理呢？而呢一套電影為例，就係當呢家人接受咗海警被擋都冇所謂嘅時候咧，就係違反咗故事嘅 rule 啦，亦都可以視之為自打嘴巴。因為呢家人一開始就已經 set 死咗係唔能夠冇咗呢個海警噶嘛，而呢個故事喺後面嘅劇情上面亦都冇出現到違反咗所定落嚟嘅呢一條規則啊。盧氏一家1個月有20幾日都要喺吵鬧之中度過，佢哋之所以能夠繼續正常咁生活咧，就係因為佢哋望到呢一個海警啊嘛。咁如果海警冇咗，佢哋能夠保持正常嘅保障就被剝奪啦，所以之後發生嘅悲劇咧，先至無可避免地發生嘅。而我哋可以見到當呢個海警被遮之後佢哋嘅憤怒同埋壓力咧，每一刻都喺度積累緊嘅。初時可能勉勉強強咁樣過到啦，但係後嚟嘅生活問題，例如工作啦、倫理啦、感情嘅問題咧，接踵而嚟嘅時候，最後迎嚟一個大爆發。